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欢迎来到海边的孩子。巡回演唱的第一场。掌声自己想打就打哦，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勉强的。然后今天也是带来就是自己很多的创作的作品，有些是你们听过的，有一些是你们没有听过的，不一样的编制。今天找了我的10年多的好朋友杨明来当我的编辑。一首序。